阿爸，有请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 YouTuber，本日 ATV 嘅最佳男主角吳鎮天，老请等一下给宝宝。大家好，我是宝宝，我是宝宝的爸爸，我是吴鎮天。你也可以向到宠物沟通师奶茶姐姐而老宝宝进行沟通哦。按你真听唔会紧张哦？不会紧张，比英文没轻紧张。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就进行本周的企划，宠物都在想什么？大家好，我是宠物沟通师奶茶姐姐。哇！这宠物沟通真的很神奇耶！之前有听过哦，在跟动物沟通的时候，要用一种比较直接、直觉的那种图像式的沟通，是这样子吗？没错，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画面闪过去，或是感觉到他的情绪哦。哦，宝宝他现在的心情怎么样嘞？宝宝他第一次来到陌生的环境，好像有一点紧张哎。非常紧张吧，对不对？那我有一些问题想要问，他现在对他吃的饲料还算喜欢吗？他很喜欢饲料那种脆脆的、烤的口感。哦，那就好，因为平时没有买什么零食给他吃，偶尔会去市场买那个红萝卜，他就会自己很像兔子，就是2只手抓着，然后那边啃红萝卜。然后我每次看他吃的很开心，所以应该是喜欢那个啃东西的感觉。红萝卜对他来说是比较难得的零食，他觉得吃起来脆脆的，很好吃。哦，你喜欢啊？我还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，就是我在骑机车停红绿灯哦，可能垃圾车刚好经过，然后它就会然后全部停红灯的人都在看我们，是因为他对垃圾车有特别喜欢吗？还是什么？宝宝说爸爸喜欢宝宝这样哦。因为每次宝宝这样唱歌的时候，爸爸看起来就很开心。对啊，对不对？垃圾车嘞，垃圾在哪里？垃圾车嘞，垃圾车嘞，我是垃圾车的声音吗？垃圾车，好了，不勉强你。他现在一定很讨厌我，是不是？宝宝觉得他只要这样子，爸爸就会很开心，就会笑。这是真的哎。那我出门的时候，就是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，他不知道是觉得很紧张啊，然后一个人很无聊，还是其实他很喜欢一个人的时候，就是啊，爸爸不在，我可以偷上床啊，躺棉被啊，然后滚来滚去啊，他是怎么样？宝宝其实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是不会紧张的，他会自己休息，自己找地方窝着。他是喜欢一个人的吗？如果爸爸可以在家，那为什么要一个人呢？哦，他是把我当他的爸爸，还是把我当捡大便的奴隶，还是把我当他的好朋友？在他心里面的身份那个地位是什么？就是爸爸，就是爸爸，是最喜欢的人，是吗？那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奶茶姐姐吗？你有要问奶茶姐姐 Daddy 的什么问题吗？没有。那你现在最想做什么？想回家。是哦，那YouTuber长得那么可爱，你没有想要跟他交朋友哦？他在隔壁啊，有吗？我不是最可爱的吗？这当然了，他是我儿子。哇，好棒哦，好厉害哟！跟你讲有问题哈，就是宝宝他最喜欢谁？这还用问吗？当然是爸爸，对不对？回答奶茶姐姐，大声的说出来，是谁？当然是爸爸，是发自内心的说，爸爸是我的天，我的地，我的天，我的地。像这样的动物沟通的能力，其实是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去学或者是训练呢？没错，就像我们一开始提到的，我们的直觉其实是第6感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学习。那这样说起来，我也有机会可以学喽。等一下，有土博，我怎么觉得我好像收到一些讯息？你是不是想要取代郑迪当客台男主角啊没有啦，我乱讲啦，还不止这些。哎呦，老师你不要再看了。阿爸有请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宝宝，老给去咬他。